8米大陽台，你揀什麼？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係陽台位置，呢個陽台你中唔中意？望出去景觀係我小區園林一個景觀，南北對流，雙陽台戶型，嗰邊係嘅客廳，呢邊餐廳位置，喺呢度可以做個餐邊櫃。呢邊呢就一邊食飯一邊吹風，仲有一個陽台，非常之通風舒服。跟住呢，呢個係一個全新精裝修嘅4房，2衛戶型。門口位置嘅話呢，呢一節仲係你自己單獨使用嘅，可以做個鞋櫃或者一組根凳喺度，平時翻到嚟就換鞋。呢度呢就用我哋一個私房，而且呢你又可以做咗成個房間，都係比較大嘅，絕對係擺得落床嘅，呢啲你放心。跟住呢，我哋洗手間呢就喺呢個位置啦。因為呢邊呢係最主要係和室區域，所以為公共洗手間喺嗰邊呢係非常之好嘅。呢邊呢就係我哋個主人房嘅一個套間主人房呢兩邊打開呢又係非常之通風舒服，包括我哋呢個窗呢都可以往外移翻出去。跟住呢又多個飄台使用，一共係141平方嘅精裝4房，南北對流。8米大陽台，今日只要118就可以攞低啦！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帶你實地睇樓，多謝。